因为做风台，所以往回到这个东港小琉球的交通船，上尾一班提前到等一个4点半就要来停驶。有真侪乡亲一透早就准备风台的物资到东港来坐船，要登去小琉球。另外，有货运的业者赶伫个风台前运送着货品，因为下晡上尾这班若坐无着，就要等到大后日咯。 民众拖行李箱、赶大包小包来到东港港口坐船。三道里风台派千场往回东港小琉球尾帮船会提早停航，不游客赶紧为挂岛转来台湾，无人趁船帮停驶进前出发去送。提前赶早一班的船搭回来，算提早回去，可以待一起。云林今天来回吗？对啊。会不会担心因为台风要来的会影响到行程？离岛住户含游客心情是一顿茶到笑，透早就真紧张，准备好一箱一箱物资。 内底的技能、地米等等防灾用品，准备早登去处理。食品业者嘛把握时间，或者骑奥多摆来送货。货运业者嘛趁风台扫来进前，甲一箱一箱行水的电脑主机搬到船艇送到琉球。怕是不是台风进来没办法送？对对。不然明天就没办法了。还有2天。今天是因为台风，赶快把货运过去，对不对？ 要求国小的电脑它没有换断电。风台到来进前送不出，就是因为今仔日东流线尾帮船提早停驶，东港往小琉球驶船的时间是下晡3点半，小琉球到东港是下晡4点10分。而且明仔载后日东流线全面停驶，会停多久，就看风台走向。船只需要做那个靠泊的准备，后天的影响比较巨，浪高跟海况都评估下来都是达停航标准，不适合开船。10月3号我们会再评估海况，然后再做紧急的通告这样子。若是无坐到尾帮船，上少要搁等2天才有船下，所以民众业者同齐提早做准备，希望赶到上尾一班往回船车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